宣布要选总统的郭台铭，今仔是提出解决这囝生少的方法，就是甲生囝甲饲动物的议题结合，讲生一个囡仔通加饲只宠物，这款的讲法引起议论。而且郭台铭也强调讲，这风声放影不如直接对话，避免造成困扰。也来外界伫咧话讲这校瓜配，还尤其是强调家己一定会胜选。另外，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是出席侨委会青年活动，鼓励少年人行出国际。对台湾的发展有帮助。到中经院的福德宫参拜做庙口的开讲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发出讲，爱亲像土地公共款保护大家的平安，带大家趁钱。对少子化的问题，郭台铭认为讲，会当甲生囝和饲动物的议题合作伙，或者是一个囝，互你加饲一只宠物。生一个孩子，我让你多养一只宠物啊，猫啊狗啊。对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讲，郭台铭坚持过去里后落台的讲法。郭台铭强调讲，无必要的传话会造成真侪困扰，不如直接联络。另外，民众党的郭文德最近无公开行程，但是进前郭郭做伙出现伫普渡的场合，敢若简单握手，无啥物互动。郭台铭讲，准是郭文德会坐落来食饭，就当约时间好好讲，无放弃整合的空间。支持者大声话口号，还有二是参加新北市妇女会理事长高接和天后奥运会成立大会，要过来抢妇女票，外界等作校瓜配，还有二强调讲家己的态度无变，会坚定团结选赢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就是国民党总统征召的候选人，团结所有的力量，让我们赢得胜选。会力整合现在逐步的在进行嘛，还不见绩效就是了。两人合作的机会应该还是存在的。副教务青年大赛证书，民进党赖清德是参加侨委会的活动，伊讲，互少年人加入国际，对台湾的发展是真重要。地缘政治变化再加上数位转型，或者是2050近邻转型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们走出国门走进国际。赖清德是鼓励少年人爱去学外国的优点，嘛要透过宗教和科学文化的交流来享受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